是来猫来狗，这么多。我们去堵他的时候，他就正好在装车，就是专门有一个人给他拉车，拉到中通快递，完了就用中通快递的那个车，刚好想要那个运走嘛，就装了那个一大半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堵下来了。可能是1到3个月左右的小狗和小猫，声音特别凄惨，然后已经有大概4只左右的那个小狗已经死掉了。他们6检所的工作人员已经要来抽血了，准备。现在是因为那个狗贩子他也那个跟我们协商以后，他不是就写了一个那个协议书嘛，他放弃这些狗了，就是大概1、2天就会那个抽检完成嘛，抽检就是合格的话就可以把这些狗给带走，就直接送到爱之家动物救助中心啊，就让他们在那生活。这么多全都是臭了，他也给他弄开了。盒子里面都发臭了，都死的了。我再找找，看看边上还有的。里面就是臭的不得了嘛，再加上那个就是猫狗的大小便啊什么，反正很臭，一般的人都很难靠近的。就是本来昨天就下了个雨嘛，身上反正尸体都是湿的，水淋淋的，在盒子里基本上就没有活的。盒子里后来我们每一个打开来就发现有一个猫有点生命体征的，有点呼吸的，还有一个狗也是有一点，但是我们找到的几个活的都是跑在外面的，我们在边上的草丛里啊，还有下水道里找到一个，总共找到也没几个，立马就送去医院了，送去医院嘛，他们测试了一下嘛，都有传染病了。